啊，哥哥，你跳西施舞咯？跳子的，因为就这样。唔知道啦。第二位几点钟诶？啊，上是上真久的啦，几天。几点钟啊？你看到？用直接做嘛干啦？我去做嘛干？哎。我去我做嘛干啊？这骨节挨都挺痛，你身都挺痛，是吧？哎。哎。哦哟，阿哥哥你看厉害哟！民众当然衰人都做了。你咧迄运通啊功夫？运通。我拗摆者嘛。逐日都挺痛啦。啊，人讲我疼爱伊做出来，出来。所以讲你个，大概你妈那无的啦。啊。你一年才200，200。200。好少。我水不加过100。哦，你妈阿妈2000呢吼。无欠都多的。你读这就知道。有咯，无就这样讲视察。上边还有上嘞。系啊，74岁人考的你无？蛮高气的吼。难啊！97岁你还视察咁做的？警察人唔敢管来呢。讲啊！哎，我就是讲少顺较煮要去烧药的啦。你串错啊？唔免啦，要烧药的少顺啦。啊，烧药的哈？要食补的咧，豆豆饼啊、猪啊，拢黄吊拢有的倒酒啊。你阿公那边做什么？他在家里呀，他老人你叫他出门啊，哦，当蛮好啊。哎，厝的无医就袂使啊，山上哦，哎，厝的无医。阿公有这话就是喷药的，知道吗？哎，山上啊，都没喷了才得到我爸喷。吃饭呢，总系爱7分饱8分饱都好咧。
因心肝上爱什么个，一天因个身体都有欠的，咱要上是个好东西。身体的无上呢，因无识。哦，有人讲同无识做唔得啦，因有欠其咱要上爱是个好。这马棚啊，树头棚，这要教你的东西，这个都最强啊！你用大机咯？要要教你的唔大机哦，你要从安泰冲来去救的啊？放正面。哇，啊有力了！哇，他跌到皮皮去哟，看到吗？啊，侬跌到皮皮去。到了，啊！得到嘞，看哪嘛，就是嘞。这个冬天哈，你看，很香哈。俩讲按答吼，唔免讲无啦，各种作业啊，吼，过落去呢，个嫩呢，加个细的呢，跌下落速度，两片了清好啦，两片吼，硬签针嘛，很多的看见。硬做的签针嘛，了解。你要碰红啊，有样么啦？啊，有样模就拿出来，看那有样模哩。你几岁了？我3岁。旁边那个你叫他什么？阿太呀。阿太呀。阿太会不会很凶？会不会？不会。你乱回答。我物件是我小舅子呀，物件条小舅。对，我就是。他要见阿太来了。来。688。跟阿太再见说，有空我们就回来，好不好？好美。拜拜。走。天上圣母马祖洋洋，然后呢凤羽桥呢一位忠臣太松，今日由安尼吴建培先生呢带领全体苗栗太府呢来做行耕之旅哈，一路上呢希望马祖洋洋呢做得保庇绿沙过程呢哈，做得平平安安。头摆。阿放的家个外家呢，超讲嘛个准查埔啦。甲伊人讲啊，雨水又多咧，吼，山个做煞了钱啊，啊，了多财产空，吼，啊，怎个做咧后山啊？打电话就两部了。这八公过阿姨啦。阿姨。拜托你仲係試下咯。而家你爽啦嚇，拍張照片，照片幾人看得嘅？有年快樂咧，家門以下，哦，跟阿開嘅點解食嘅啲嘛？係啲啊，啲哦，安尼要拜託你咗。跟咩帶紙箱啦？係啊，帶紙箱啊，紙箱嘅較滑嘅啊你。開檔裝喺荷包個背過去。冇，我去天公廟嗰邊。天公廟。天公廟。西片山。西片山下。係啦係啦。試過嘅。試過。到啦。嗌哦，嗌拉哦。睇睇。40拉。你就60歲嘛？有安尼嘛？幾多歲啊？ 70萬。 70歲，嗰時藝術。
跟牙路台，牙路台，也跟牙水台的啦，哦，过年就拔的啦。佢講讀書八幾多年嘅，錯，啊你嗌要許多人福卡，哦，幾個100，啦，然後嚟到現在話60歲70歲，即讀書而家77啦，兩個坐地呵，點話啦？唔緊要就付出。但係喺國家啊，安尼啦，一下係看到都記得啦。啊，大家無印象係安尼樣噶，係安尼樣噶，係安尼樣，出來係安尼。一個30億碗嘅順茶建起來吼，千百兩下條，千百兩下條，從頭一腳我命嘅黑亂吼，照呢個腳啊，要我照電點做啦。cái xuân trà cái nó tôi chuyên nói lâu ngày cả ngày chín千à xe chín千chú ăn được lúc xe ăn được chuột cái giải chuột hơi phải cho cái sắn xuân đi con này为名到嘛？ nhưng mà không xin nó bị chọc ra được cái phong xe này cái xiêm xuân chú còn ở đi coi mà xin không quan thế không quan thế này nhưng mà không quan thế này tay quan à xong con ra cái khun à ở sử dụng kinh nghiệm ho, chú ở hi đó sắm茶，好嘛？我都看到那个蔬菜，就把人家做工地那个，你有那个生发啦，那个情形，所以我都看到ho。啊，兄弟啦。 又掉啦，弄中氣啦，又掉啦。哦，阿多。係。以前當一節都會行哦。不過春天啊就新自然啦，啊就弄石橋下來啦。第一天看得到個風水哦，個風水哦，主台啊。 總共有4團人的來了，當時要4天呢，上30人夾兵啦，今日變咗差唔多90夾嚟啦，加起來90都行咗2條路嚟啦，哦，好像就88年的了哦。要把个雨水弄安补条来，最好看润润啦哈。呀，还有差不多2公里啦，哦，上些是弄高本来深丘顺的去做的啦，挨就要出入啦，哦。 啊！有人我走到那了都來去啦。你講你過來劍劍山行呢邊咧好嘛？好啊，我依都來去啊，倆來去呢好啊。咱就到金針山吼，有咩？ 差唔多37、8公里遠多。咁起兩條路？唔係哦，第二年行去哦。嗰路況樣辦嘢咯？嗰路都條擺出木材啊，已經說出木材嘅太路啦，路太條啦，但是起啦，塞條窿空啦，到一個地方查當個掉地啦，辦啦。但是自家有嘅東西當有材料去種嘅啦。
带来天做房错啦、拍错呀、忙拍，就安尼恁啦。哦，家这年要找过啦，时常咁错，都最好呢，行地都坐的头脑胎，讲要行，唔会行哦。唔会啦，啊，技术要买。心头啊，结果佢都细细都头脑胎啦。啊，都啦，都行上当都嘅。啊，你小的都为了按投影。想唔到啦。人家农村爱未来嘅。做生意吼，俺唔是了解的，从年到教师都变黄金，安好运，所有做生意俺无了半线，总共嘛当伊了到，15个月买个讲马中咧，落到家下咧，存到6个月，个工作唔大咧，卡酸啊！了条生意呢吼，爱促使到毕业来讲吼，做系爱千多钱来用，嗰副将人手工来种金针呢，做迄个梁床门，个梁床佢讲金针种得100年嘛唔是万，吼，佢个本身佢都唔是问题嘅啦吼，后来种啊，买摕2甲2地嘅田。130万，头一摆咧，做个数到8万人，差不多甲半天啦。价钱又更好咧，困难哦，8个月。总金钱咯，总无诶，意思来吼。哦，加10倍。因甲人体啊，输几8个万啊，嘛唔是看穷。嘛是配骨的，嘛是变骨的，总金钱。俺是冇读过书，对生意的呢，俺都太关心的啦。其实，农村人民多了讲得都自然的啦。我个金针面都了，过去个变白样。啊，听讲有2年无采收诶，用乜嘢咯？纯的茶货啊，茶货个国民完全无人视察，一年哦输60万、70万的东西无输成，连续2年，哦，董大爽啊，讲严重都讲一句啦。佢都看到冇用得嚟啦，唔過飲多20年啦，較要緊啦，要飲多嘅啦，我都唔好講樣板啦，全用得啦，全看過嘅啦，年較要緊啦。你在講幾多年啊？幾10年嘅啦，廿幾百歲啦。幾多還做嘅？多得攞一隻啊，嗱，得唔得？
冲下去都见不了杀的吧？安尼杀啊！咱的手伫遮万咱目睭都看光去啊！你看，你怎么手我看两遍了？哎，啊厉害！是啊，那里搭白，那里搭唔得，咁要搭错。你看，啊，又拖动态雷了哈！搭你了，中央。哎呀！唔该，我搭错啊！哎呦，阿婆说，什么咱翕相，上面嘛风沙沙的呀？是啊，不害怕他了。买副车上这就来载啊，左要爱，金要爱，西走要爱，派走要爱。蔡金这么人个辛苦心态，西甲我输起来，等下要落雨要固定了，要被捉到雨落去咧，加忝的加西，加了斤两，捉一拜雨，西走来甘一拜个斤两，可变啊根本砸个好田。该就无派的啦，晒到走的啦，3日就走嘛吼。我样来派，我样来讲，该都随派随看啊，派到爱走个下，嗰种系技术啦。抓皮又走无，该皮又走无，抓两种爱命讲。有样走来啊？无走来咁做啦。你还平时爱好驾驶会比人还好？重要，价钱重要。买到年紧钱人，哎，这个命都够长啦，有枪力啦。所以讲，哪个辛苦我都度过的啦。除非到了到寂寞诶，我用到很多钱，无来种呢，也经济打唔过。嗰副像水田买的两甲人地，种了金种有赚钱，唔了到几买树有出到，啊条路有找到，当然金不易，人力太大，欢欢喜喜。啊嗰個，哎呦吼！我想的啊，用吧，要买忝的啊？那个忝咯，用要忝的咯，了的人用忝。我寒咯，心肝寒无做嘛吼，木杂杂的都冲水木冲用，结果寒人都这样。因那无上道的，因那讲有上道咯，几啊10年的事情那样上，清清楚楚，都无上道的啦。60岁就掉的人，还记得讲个方向用的，有无人安尼个啦？错无吼？因都去过，因都知啊。那因想讲，因死了90人岁多，无上道。那移民潮人係就約束嘅時間嗬，一天愛來到了高雄國，大家愛來攝合潮來嗬，就愛來上船。係有樣哦，大家都來到了，40-50人全部到了，到啦，睇下啊100-200人哦，當撈起嚟啦嗬，歡歡喜喜啦嗬，啊都講我哋喺船賺錢啊，啊去到船檔咧。有一講冲山果，現嘅拿出來哦，鑼鼓拿出來哦，嚇，啊，有些人是鼓彈啊、看啊，看個點樣嘅變啊，
都也都出光兮兮的吼。山上人出来啊，唔是见到海，唔是抽到船啊，吼，都新鮮啊，有個盤，有個叫，吼，還會叫嘅人都叫冇盤咯，唔記得去啦，那個長擔啊盤得去，有個唔慣嘅吼，離開野外嘅啦，冇新鮮嘅離開野外，有咩佢上叫嘅啦，安尼啦，像我就是貴家人啊，攏冇乜嘅掛掉。當時來台東呢，就係按呢個情形來嘅，辛辛苦苦來嘅，就是嗰個按嚟看嘅。呢啲都按照成功啊！跳翻來呢個農沙埔，家下都係啲高雄初船，啊都初一暗晡過天11點鐘到了台東，來到嗰邊上水呢，哦風景又太上唔得，當打電話來了，成功入邊門，入邊風景以後，當試過來，試到了。成功了以來呢，已經都差5點嚟啦，吼，天已經5點嚟啦。又唔係講直接上得水呢，要係那西船呢去搏，去載出來，一隻船呢就坐23天，好些呢5點半了，當行去個巴拉干嘅板沙嘅巴拉干啊，呢個危險呀！啊天熱。講大家我哋去到來先可以解決了，除了個同床，個5分的茶，再咁大5分的茶，我收沙灘的啦，個去到鹿野的要3、4點鐘哦，哦，個去到個是大家一順啦，就喺沙灘吃了跳那麼，那樣都係烏達達嘅啦，鹿野呢都冇茶了，也都係揾那個。琴片茶呢，一片一個阿米飯啊，用竹果的個凍的啦，一台茶琴片茶就坐4個人啦，太人4個啦，4人呢，看幾多個也做太人南邊坐的啦。來到今年呢，就待80年，太埔那邊都是移民入嘅，80年後就曬出來太埔嘅啦，家都有100戶。哦，东后面个叫孙来从那做盘的吼。那看你出门出去一天天的吼。等下人讲啊，你去干死了了哦，你忙然後想做飯咧嘛油啊，個油用幾錢來咯？問題就啲啊。按就叫我阿公忙啊，阿公忙去了。咁啊，咁樣。嗯。你看忙誒？皮啊，有是皮啊。一開始加雞皮。哦。個尾椎。不管你按皮。冇個，我那包哪有青皮？皮哦，該裝皮啦。那可能牙齒還按好嘞。牙齒咧，唔是要喺做呀。哦，做完了。嗯。你去爸媽都講嘞吼。孫物嘅都係自己本村啊，幾多飛落咧，行到識幾多。
阿婆我好好咯，俺来清理了。俺人水落去喊来放。俺23岁，俺爸给他喊来当家，伢哥安全唔得，伢老太很细，你一听到人一个人谈，俺哥佢都身体弱啊，细细本有啥赚到啊，眼里地啊，老人重要啊，哦，错人有啥跌好了，本人有啥赚到啊。我爸哦，较慢啦。我爸都攞杯赚钱啦，慢啦，不靠老妈阿妹啊。对兄弟诶，我爸、我叔、董有用，阿妹董有用，阿姑，拢总阿妹去照顾。我爸用诶按孝阿妈吼，对讲，伊对爷不卡诶人吼，我妈做到尾心啊，但是吼我妈唔会讲，哎。讲心里吼，唔会计较啦，唔会计较，嘿，计阿叔，嘿，我细阿叔较要读书，吼，妈出去读书，我妈对爷位的哈，家族的吼，真正伊有用啦。不样样的安怎好唔好，可能个家庭都低的。那个较困难，佢都唔敢讲艰苦。我较按多人呢，5家人咯，合作一家，唔是上马一支啦，好不了。生人一样会搞哦，读书所以佢本人啦，人哋有钱来讲，也要佢本人晓得爱。怎读起来？佢本人咧无上爱嘅呢，佢读到咩无用，所以挨个就无钱何必读经，有钱何必读学个就冇晓，唔就读好那去嘅。85年开始学的啦，也是学了真欢喜哦。当日按布条都出来写诗，爸爸也敢变，有时候会带客人来。带他的客人来看，对着别人说：“我女儿也会写字啦。”晓得安尼吃饭，晓得读书都开始都相当做势。啊，国无的嘛，该安尼要安尼做，要安尼过。这些家庭都独自吹吼，带汉字签啦，天做啊，了个书农啊，迄读咯慢慢啦，加上是英语写听都安尼做的啦，初中。读到一道起顶来，我妈妈都讲，无钱咯读，我家读书拢总体面。上学以前吼，先做学生去学校，安尼，我花莲读个农业机械吼，花莲农校安尼，哦，啊，给使出来最大的成就就是讲啊，在那边。读书哈，成绩都很好啊！每次回来，爸爸看到我的成绩单都很高兴。我去高中家都懂会画的啦，画石膏像。以前没有水彩，没有什么，就是墨汁啊，还有炭，我自己做的炭。那把我朋友啊，就拿回来给我画，也可以赚钱啊。就是那一段时间在家里有6、7年。爸爸基本带伊来看吼，迄爱到吉安乡的图书馆吼，店咧爱工人的电缆啦吼，这幅是最好的，一点一滴把它压出来的。它的这幅你看我的那个笔法又不一样。忘了好冇？好看不错呀。大家都看到迄字就是错的。啊，即迄福建话呢？书法
啊，个个是为细细都开始目目的呢，所以可能迄耳濡目染啦吼。啊，加上因你阿公都会做木工的嘛吼，可能基因的影响安尼啦。阿爸嘅木匠都係葫蘆墩嗰啲學嘅，豐年呢，所以講豐年學出來嘅師傅呢，隻都一流水嘅。木匠、木主匠都人講匠，片人看到咩匠啦？我那木匠。下次呢咁樣，講人嘅冇見，我下到嘅雜事又奇怪，哦。怪都怪，唔怪人看到清怪骗人嗰個怪咧，個獎咧，個係有事咧，所以記得個腦筋就係按，老係咁樣啦。阿婆講，而家掛咧幹乜東西咯？哦，用唔知咯，幾個鐘嘅啊？唔就鐘哦。阿婆個。你一般找准来谈讲故事好嘛？啊，讲个水准的事情，不卡讲到我呀，啊，行到个许多几点钟？4:30去啦，来，師傅做咗來哦。嚟，係嚟做啥？那这水准平呀的，新准啊，头发老准呢是个老怪行，那个后来功夫后生做的啦。所以講你出嚟工錢，係還要幫幫。出咗那個啦，那個實在用的800發的梆子啊。哦，你講嘅梆子就用到個。就是用那個實在。多了條真嘅錢吼，唔係真是愛本人嚟嘅啦。拜啊拜吼，拜啊拜嗰啲，佢嘅配合款呢拿唔出來，800發嘅梆子啊，愛數轉去嘅啦，愛數轉去呢，你這黃龍海其實頭擺帶人也向工作，必知道佢講哎。啊，就做嚟就老愛參詳，我開了條真嘅配合款呢，30甲，30甲啊，真係嘅2公里啊，差唔多，哦，嗰一甲體配當1100啊，嘅工資啊，就差唔多啦，1100呢30甲啊，哦，1100張。3萬人元進來。哦，你樣係拿出3萬人元，哦，還蠻多呢吼。個多咯，個4萬多呢，又講個3萬人元，佢幾多？冇做了個水都唔會去到下個田好嘛，就水做啦。我不講啊。答應佢啊。答應。12啊，係13啦，我記得係安尼啦，開工啦，做了條針。39年啦。39年。38年呢，這條針做完成吼，工資都好。工上了，錢就收轉來嘛。有。真的呀，你看得到了，我哋真看得到了。看到了哈。哦，你塞表就以前幫嘅。嘿，嗱，除了條塞表，唔看那個塞條，幫忙，胖，唔係真是硬，係硬嘅一下表真法，就胖意思啦，不上一講嗰啲，唔好講開講。嗰啲係動槍呢呢嗬？動槍咯，一電槍都自送上嘅是一電槍子了。你都農種冇人嘅屋啦，衫哦，見色見拍啦，一樣係冇呀？一樣啦，按神奇啊！嘿咯，按槍嘅事。
按多年的吼，嘿喏，木木的吼，40年啦，加个啦，水源头伫遐啦。掠个做做抽水条啦，抽的啦，掠去接加两公里米的啦，掠。哦，所以当初以前做的。嘿，做底下做迄，蔬菜无上做讲安尼，饲家安尼做起来，做了个心顺，可能用诶做来，唔可能啦吼。掠水准。做讲，大家欢欢喜喜，家屋做好过日，有人淹去嘛？无，猪啊就是无要紧，猪就猪来救做的啊。唔猪啊，每年我就准万年猪啊，嘛个日做啊，猪嘛，唔猪。有人讲去嘛？我咧，啥讲啊？好笑的咧。遐跳龙毛几时拍啊？70万岁上拍，好嘞，后面都好嘞。嗨，做完功夫咯，今日来录像咯。俺这样起得都好的啊！阿哥拿电脑抽，安尼唔知去唱。这样子太奇怪了啦。对呀。安尼都好啦。我是阿 Q 的妹，伊是阿姑的来，对啊，佢叫阿姑啦。哦。佢当唱阿姑，阿姑几好呢？阿姑中间啊，你带着你不顺序。佢今日当年轻的时候，喇叭鼓哦。地上背壳，这阿哥叫啥个东炮哦，炮呀！佢老大吼，佢这家等于久无好发烧，佢要怎么变难呢？啊，不用人都按认真做，你 OK 你要变分的。阿哥嘛较变态啦，实在讲。嘛较变态咯，中央。唔係變態，變態。你冇貪唔錯去啦哦！你冇貪唔錯哦，佢攞掉起來哦。係啦。你若變咗睇，因嗰時冇按多些，嗰時冇叫少人咧。用嚟講，佢都唔有嚟講啦。講唔得嘅，從我天爸爸上啊，我提王爺起來呢。哎呀，阿明遐生意講咩阿姑姐呢度，創一個店嚟啦。天爸我起碼起足嘅。哎呀，這講唔知機關，啥物機關我唔知，講要摕互阿姑食。伊哦，迄支喙嘛介怪，有影我哪樣介笑啊？遐我為無伊嘛驚伊。無啦，迄毋是講笑，看到你就講到那看到阿弟。以前鄉下來嘅吼，佮一等朋友啦，我個朋友都死到要切掉去了，都無得了。老外種上來人都從我自家一百夫人啦，就拉上咧都是幫我看了。老了嘅都我看，見到2、2、2，該麻煩。黃腰乾咧。有人採冇嚟，
来，那个炒。吴金辉本人是安尼，19几年，大家过身母亲吼，啊，毋过做人伊硬气啦，毋要讲吼，安尼清清菜菜吼，伊做人也真优秀啦，真。做人真硬出，毋是讲说人认识的，毋过真实来从迄由乡下就来退休了，迄差不多42年前，多厉害。让汉流冲下来。伊个本样选讲清淡水，清贤惠的，清贤惠、清淡水、清如料。一段安尼咩，常常会学到日本人，就讲啊，好在日本人咱其实有根本的个成功啊。来讲唔通，佢虽然无嘛个读书，不过掠黄金龟脑筋以后呢，想要做条路呢。来讲按多做买，意思讲懂法呀，对啊。表情怪啦，个后生的时节都做样翻来流去啊。哎呀，爸。cái啥啊？我那么个娘亲的，平地这里，来那个，来，这一边嘛哈，要找这条这边的嘛。那时候给的你呢？现在呢，该就一纸张啊，18度这纸张加上装了。哎，你台六下师呢？别台六。哎，给你来去。台湾下模啦，最后台六一下。给了很多以前花莲烟的文化艺文参访，也个人新疆嘛，啊就孙安尼很水吼，啊一件小菜呢。你讲过啥？你油较好嘛？你这个油肉的呀，嘛，把这个油肉的过啊。无死人啊，去无死人。你死得去。你死我看也看到了嘞。我都讲了，不过吼，你们想看啊原来在做，要么种起了，那么很痛，那么叫。对呀。cái trời cô trồng cái à đi mồi à đi già quy sinh nó trâu theo cái thềm man này là chắc cô dùng là mổ bắt chất quy sinh ăn cái gì là mổ thì thôi đi là mổ國民黨行風總署第1屆賽道高雄舉辦，國民黨提名嘅高雄市議會立委長信義主親出席。哇！那我年紀，你還在關心這種嘅事情啊？安尼啦，也看那節目咩看到嘅啦，啊你迄我記得咧，隨時邊人做一講嘅講講，忘記辦好啊。我向来嘅意思吼，都係天天嘅躺嚟講，也幾騙嘅多出來。有人咧要講好，梗係無好啊，所以講咧個破壞吼，本來人一批的，你自家講人好吼，佢就個無路用。所以你撲出來俾人看。
我本人讲好了，我自家来讲好样个。